再來看高雄林園供應廟的這個廟埕呢，總是有民眾帶囡仔去遐佚佗，結果看到有人是摕一箍那像是白米的物件去飼粉鳥，結果無幾分鐘的代誌，這個粉鳥呢就一隻一隻倒佇個塗骹。動保處是表示講，攏總是有24隻粉鳥死去，會甲遐個物件摕去化驗，了解敢真正是互人甲偷死的。高雄林園這個穿紅衫的查某人，騎奧多擺來到供應廟頭前的廟埕，提出一筐物件來飼粉鳥。這鳥仔才煞無幾分鐘，就開始飛袂行，瀟瀟幾落隻對空中摔落來，倒佇咧廟埕袂振動。有民眾帶囡仔來耍，看到這款畫面，驚一個趕緊報警。警方表示，攏總撿到24隻粉鳥的屍體，疑似是有人在偷粉鳥，已經把屍體甲現場採樣，敢若有毒的飼料，攏交給動保處提回去化驗。現場疑似遭毒害鴿子共24隻，鴿子屍體及疑似毒餌已帶回本處採樣，將進行毒物檢測，以釐清死因。動保處對咧啟動調查嘛，隨來廟埕求紅布條呼籲。當地里長表示，這幾年廟埕遮定都有人來飼粉鳥，因為鳥仔後白放屎對附近徛家造成困擾，伊捌放送做白仔提車賣飼，也是同款有人在飼。不過這是頭擺發生偷鳥仔的代志，因為廟埕遮出入的民眾真濟，嘛有囡仔會來遮耍，附近的店家嘛感覺安尼實在真唔通。太殘忍了啦！有沒有妨礙到別人啊？因為攏有佇個人的厝的屋檐啊。你卡花，我會當來處理，安尼吼，啊麻煩莫擱再飼啊，啊遮住戶嘛較袂困擾，啊莫用講啊，就像講為着要好，要你無迄落迄種性命好無，安尼嘛毋好啦吼。咱若無飼，伊就飛走去別位啊討食安尼啦。動保處當咧化驗了解鳥仔死亡的真正原因，不只個動保處也提醒，無論是偷粉鳥還是飼粉鳥，攏是違法的，尤其是下毒，除了要罰錢以外，更有可能會紅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記者郭家祖、邱超陽、高雄場報道。